大家有冇聽過諾斯底主義呢？諾斯底福音書同埋主流四福音書究竟有啲咩分別呢？耶穌對門徒係咪真係有秘密嘅教導呢？今集 Norman 分析手記會探討到呢一啲嘅問題。今集嘅 Norman 分析手記想同大家分析一下 Alex O'Connor 同埋 Elaine Pagels 關於諾斯底福音嘅訪談。Alex 咧係一個不可知論者啦，係 Podcast Within Reason 嘅主持人。佢嘅 YouTube channel 接近200萬訂閱。而 Elaine Pagels 就係一位美國著名嘅宗教歷史學家，佢目前擔任普林斯頓大學嘅榮譽宗教教授。佢研究嘅領域主要係早期基督宗教以及諾斯底主義。訪談一開始嘅時候咧，Alex 又問 Pagels 教授一個好基本嘅問題：究竟咩係諾斯底福音書呢？ Pagels 教授就話：佢而家咧唔再中意叫佢哋做諾斯底福音書，佢更加傾向咧叫佢哋做早期基督宗教福音書。主要嘅原因係因為諾斯底呢3個字係有非主流同埋異端嘅意思，係帶有貶義性嘅。正典嘅福音書咧，大家咧都好熟啦，分別係馬太福音、馬可福音、路加同埋約翰福音。而諾斯底福音書或者係早期福音書最出名嘅就有多馬福音 Gospel of Thomas、猶大福音 Gospel of Judas、抹大拉的瑪利亞福音 Gospel of Mary Magdalene、腓力福音 Gospel of Philip、真理福音 Gospel of Truth 同埋約翰秘密書 Apocryphon of John。 其他嘅仲包括埃及人福音、救主福音、彼得福音、尼哥底母福音同埋雅各福音等等。Pagels 教授話喺公元2世紀，基督教宗教咧其實係處於一個百家爭鳴嘅狀態，並冇一個統一嘅中央組織。當時有一個教會主教叫做愛任紐，佢當時係喺呢個法國里昂嗰度做主教嘅。佢咧就面對住一個好大嘅競爭壓力。佢發現咧有好多嘅信徒唔係淨係聽佢講，仲會咧去睇一啲咧佢唔認識嘅福音書。為咗反擊，愛任紐寫咗一系列叫做反異端嘅書。佢喺書入面將呢一啲競爭對手叫做 Gnostic 諾斯底。諾斯底呢個 terms 源自於希臘文 Gnosis， 意思係靈知，即係靈感嘅靈，知識嘅知，或者係直覺嘅知識。愛任紐用呢一個詞係帶有一種諷刺嘅意味嘅。佢想暗示呢一班人自以為擁有某一種高人一等嘅秘密知識，但係其實係離經叛道，受魔鬼誘惑嘅。Pagels 教授話：愛任紐唔係單純話呢一啲諾斯底派嘅人搞錯咗真理，而係咧直接將佢哋妖魔化，話佢哋咧係受到魔鬼嘅誘惑，話佢哋係呃人嘅，係邪惡嘅。Pagels 教授認為愛任紐係想建立一套佢信嘅先係正統嘅敘事，所以咧就話其他派別咧係嚟自魔鬼嘅。教授指出咧，愛任紐之所以咁抵抗諾斯底派或者係靈知派咧，係因為佢哋嘅教義咧直接威脅到主教嘅行政權力。諾斯底派強調人嘅靈性自由，每一個人咧都可以經驗內在覺醒，擁有內在嘅覺知，可以直接連接上帝，唔需要中間人，唔需要教會或者係主教。但係愛任紐嘅主張就係人必須要經過主教，經由咧教會體制先可以接觸上帝。愛任紐咧叫佢哋做諾斯底咧，其實係一種政治嘅鬥爭。愛任紐想去建立四福音書先係正典、先係正統嘅講法，去剷除嗰啲強調個人靈性自由、唔服從主教管理嘅群體。喺呢度咧，我想做一個延伸討論啦，就係究竟諾斯底主義同埋新教有冇咩相似同埋唔一樣嘅地方呢？首先咧，佢哋相似嘅地方就係兩者咧都係拒絕權力壟斷嘅。兩者咧都對當時嘅大教會體制表示懷疑啦。諾斯底主義咧係反對早期嘅大主教，例如係愛任紐啊呢啲嘅行政權力，佢哋活躍於係公元200到400年之間。而新教咧就係反對中世紀天主教梵蒂岡嘅教宗權威，始於咧呢個16世紀，亦即係咧公元1500到1600年之間。雖然佢哋兩者咧都係拒絕權力壟斷啦，但係佢哋咧主要有兩個唔一樣嘅核心。第一個咧就係權威嘅來源。諾斯底派咧係強調內在覺知同埋直覺嘅知識，可以話咧人嘅內心先係權威嘅來源，而唔係外在嘅權威。而新教就認為咧聖經先係權威，認為聖經係神嘅話語，係真理。第二個咧係拯救嘅方式。諾斯底派認為得救就係明白自己真實嘅身份，從無知中覺醒，獲得一種靈知、一種直覺嘅知識。而新教咧就係強調因信稱義，信耶穌得永生，信者得救。咁喺呢度我想簡略補充一下咧，
呢啲早期嘅福音書嘅一段歷史背景先。喺公元180年左右，愛任紐喺佢寫嘅反異端裏邊咧，就記載咗諾斯底主義嘅存在啦。去到公元大概367年，亞歷山大港嘅主教阿他拿修就制定咗一份新約嘅正典清單，規定咧淨係能夠閱讀清單上面嘅4本福音書，並且下令燒毀其他嘅秘密福音。喺阿他拿修落呢一道命令之前嘅幾十年，即係大概係公元315年左右咧，一個叫做帕科米烏斯嘅士兵喺埃及咧建立咗第一間嘅修道院。Pagels 教授就提出一個猜測啦，就係當年咧有一班信奉諾斯底派嘅僧侶，偷偷地咁樣咧將一啲早期嘅福音書收埋喺呢一個距離修道院附近嘅一個洞穴裏邊。然後去到1945年，呢一啲嘅早期福音書，連同一啲嘅哲學嘅書籍，同埋一啲神秘主義嘅書籍，一共52篇嘅唔同嘅文本，先至重見天日。當中咧就包括柏拉圖嘅理想國啦、埃及嘅一啲神秘主義嘅書籍啦，同埋猶太教相關但係非主流嘅文本等等。當年一個叫 Muhammad Ali 嘅埃及農夫喺位於埃及上部一個叫做拿哈馬地嘅小鎮附近咧挖土嘅時候，就意外挖出一個陶罐，入面咧就收藏咗呢一啲嘅文獻。佢將呢啲嘅文獻就帶翻屋企啦。佢阿媽咧仲因為好驚呢一啲嘅奇怪嘅文字咧會帶有邪氣啊，所以咧就燒咗一部分咧用嚟煮飯。後來呢啲殘存嘅文本咧就流轉到去黑市啦，又輾轉咧去到埃及首都開羅嘅科普特博物館嗰度。後來學者咧就透過碳14鑑定同埋字體分析鑑定出呢一批嘅實物咧係寫於1600年前，亦即係第4世紀，而內容咧可以追溯到2世紀嘅原始基督教思想。後人咧就叫呢一堆嘅文本叫做拿哈馬地文獻庫。喺7分30秒開始咧 Pagels 教授咧就開始去講佢係點樣睇主流4福音同埋呢一啲所謂諾斯底福音書之間嘅關係嘅。佢嘅睇法係咧，4部主流嘅福音書係耶穌嘅公開教導，而諾斯底福音咧就係耶穌嘅秘密教導，或者更加準確嘅講法係4部主流嘅福音書係根據耶穌嘅公開教導而被寫成嘅。諾斯底福音書咧就係根據耶穌嘅秘密教導而被寫成嘅。教授認為佢哋係相輔相成嘅。一般主流嘅信徒可能會話咩話？耶穌有秘密嘅教導？唔係啩？呢啲一定係異端啊！耶穌邊有可能有秘密嘅教導啊？ Pagels 教授咧就指出咧，其實主流聖經入邊咧已經咧係有耶穌擁有秘密教導嘅證據噶啦。馬可福音4章10節到11節咧嗰度係咁講嘅：無人的時候，跟隨耶穌的人和12個門徒問他這比喻的意思。耶穌對他們說：神國的奧秘只叫你們知道，若是對外人講，凡事就用比喻。馬可福音4章33節到34節，耶穌用許多這樣的比喻，照他們所能聽的對他們講道。若不用比喻，就不對他們講。沒有人的時候，就把一切的道講給門徒聽。Pagels 教授認為正典嘅4福音書主要咧係敘事性嘅，入面咧有好多關於耶穌嘅古仔啦，包括係耶穌嘅生平啊、神蹟啊、公開嘅講道啊等等。而諾斯底福音咧，主要係耶穌嘅語錄啦，係耶穌私底下同門徒講嘅嘢啦。Pagels 教授咧就話咧，耶穌同第1世紀嘅其他猶太拉比咧係一樣嘅，都係有2套嘅教導模式，一套係對一般會眾嘅，係公開嘅。另外一套咧就係對親信門徒嘅，係一啲秘密嘅教導、進階嘅教導，有少少似咧嗰啲武俠小說入邊咧一個門派嘅掌門人咧就有佢嘅一般嘅弟子啦，亦都有佢嘅入室弟子。個掌門人咧會教佢所有弟子一套嘅功夫啦，但係唯有入室嘅弟子咧先至可以學習佢哋嗰個門派嘅一啲嘅秘技啦，一啲最勁嘅武功咁樣。Pagels 教授就話咧，呢一啲秘密嘅教導咧最初係口頭傳授嘅。咁啲猶太嘅拉比就可以根據弟子嘅成熟程度咧，去判斷究竟要教導幾多同埋幾深入嘅嘢。喺大概18分55秒左右咧 ，Alex 咧就挑戰啊 Pagels 教授啦，就話：喂，以佢所知咧，其實呢個諾斯底福音所描述嘅耶穌，同主流4福音所描述嘅耶穌係好唔一樣嘅喎。諾斯底咧似乎係相信耶穌嘅非物質性啦，但係咧主流4福音咧好多時候咧係會強調耶穌嘅肉身復活嘅。
仲有就係咧，諾斯底福音咧，似乎係認為物質世界係由另外一個獨立實體所創造嘅。呢個創世嘅神，呢個創造物質世界嘅神，有陣時咧會被稱為邪惡嘅次神 Demiurge， 而唔係一般主流認為嘅耶和華神。Alex 呢一度基本上就係問阿 Pago 教授啦，就話：喂，似乎諾斯底福音同主流福音書係矛盾嘅喎，點解 Pago 教授早前會話佢哋係互相補足嘅咧？教授嘅回應咧係咁樣嘅。早期咧佢哋都聽過各種針對呢一啲文本嘅指控啦，就話呢啲文本咧係充滿住混亂嘅信息啊、密碼啊，同埋古怪嘅異端教導啊。然後咧佢就開始分享自己睇多馬福音嘅體驗啦。佢好驚訝咁樣發現咧，多馬福音咧其實淨係得100幾句嘅耶穌語錄啦。據稱咧係由多馬記錄低耶穌生前講過嘅一啲嘅秘密教導。佢強調咧，多馬福音咧入邊有一半嘅內容咧係同路加福音同埋馬太福音咧所記載嘅內容幾乎係一模一樣嘅。例如係愛弟兄啊、貧窮嘅人有福啊，同埋芥菜種嘅比喻啊等等。至於另外一半多馬福音咧，教授形容佢哋咧就好似禪宗嘅公案咁樣啦。係一啲好有靈性、好有啟發性嘅內容。佢就回憶話自己睇呢一個多馬福音第70節嘅時候，佢就停低咗，佢十分之被啟發同埋震懾啦。根據佢嘅翻譯咧，嗰句説話係咁樣嘅：耶穌話 ，If you bring forth what is within you, what you bring forth will save you. If you do not bring forth what is within you, what you do not bring forth will destroy you。我嘅翻譯咧會係咁樣嘅：如果你展現你嘅內在，你嘅內在會拯救你。如果你唔展現你嘅內在，你嘅內在會摧毀你。教授當時認為呢句説話咧係唔需要刻意去相信嘅，佢認為呢句本身就係一句事實啦。佢覺得咧從心理學嘅角度去睇咧，呢句説話咧係好有力量嘅。之後教授咧就講到佢意識到多馬福音入邊咧嘅一啲嘅神學理論，入面講到咧宇宙中咧有一個神性嘅存在啦，而人類咧都係呢一個神性存在所創造嘅。多馬福音叫呢一個萬物之源嘅神性存在為光啦，並且咧督促咧信徒咧去尋找自身內在嘅光。教授認為咧，如果一定要定義嘅話咧，佢會認為多馬福音呢一類嘅神學觀點咧係更加偏向泛神論嘅。泛神論咧係指一種認為神即自然、自然即神嘅神學觀點，主張咧宇宙、自然界同埋神咧係同一嘅，唔存在咧人格化嘅上帝。然後佢就特別澄清啦，佢話咧多馬福音裡面咧根本咧係冇提過邪惡次神 Demiurge 嘅。佢認為呢一種解讀咧只係人後期加工上去嘅啫。最後咧教授咧就總結話，多馬福音呢一個嘅文本咧其實最似猶太神秘主義卡巴拉，亦即係認為上帝係神聖之光嘅源頭，將能量注入黑暗，並且帶出世界嘅美。佢表示咧自己鑽研咗25年。認為咧多馬福音咧確實係一份神秘主義嘅文本，不過 Alex 咧就指出咧，仲有其他非正典嘅福音咧係有呢一類嘅神學觀點嘅喎，就話咧耶穌咧係被派嚟拯救人類脫離物質困境嘅，物質世界咧係由呢個邪惡嘅造物主所做嘅，係 Demiurge 所做嘅，而唔係耶和華神所做嘅。會話咧耶穌咧係一個非物質嘅存在啊，幫助人類咧去打破呢啲嘅束縛啊。然後佢就問阿 Pago 教授啦，究竟喺諾斯底文獻入邊邊度咧可以揾到呢一類嘅思想呢？教授就話啦，佢認為呢一種嘅觀點咧，呢一類嘅觀點咧，主要係嚟自反對呢啲早期福音嘅愛任紐啊。愛任紐咧極力嘅反對呢一類嘅文本啦，就警告人咧就唔好接觸啦，因為愛任紐咧就將呢一類嘅思想同早期基督教思想家馬吉安咧混為一談。馬吉安咧係大約公元85年到160年之間嘅一個好具爭議性嘅基督教思想家。佢就認為咧宇宙其實係有兩位上帝㗎。第一位上帝咧就係舊約嘅上帝啦，創造世界嘅上帝啦，亦即係嗰位邪神 Demiurge。馬吉安認為咧佢係一個憤怒啦、殘暴啦、強調律法啦同埋報復嘅低等神靈。佢做咗一個充滿痛苦啦、毒蛇啦、蚊蟲嘅物質監獄。而另外一個上帝咧就係新約嘅上帝啦，亦即係最高嘅神啦，亦都即係耶穌所啟示嘅嗰位神。馬吉安認為咧佢係最純粹嘅愛、慈悲同埋屬靈嘅，同物質世界係冇關係嘅。教授就澄清咧馬吉安咧就唔係諾斯底派嘅。雖然馬吉安同樣咧主張舊約同埋新約上帝嘅唔同啦，但係佢同嚴格意義嘅諾斯底派咧係有區別嘅。
馬吉安咧係側重於教義嘅切割啦，就想將咧舊約同埋新約咧切割開啦。而諾斯底派咧就係更加側重於個人嘅內在知識啦、內在嘅覺醒啦。而愛任紐咧會將兩者混為一談咧，可以話咧係為咗方便啦，想咧將呢啲非主流嘅派別咧混為一談啦，然後就一齊咧去譴責同埋去排斥、去反抗佢哋。喺33:55嗰度咧 ，Alex 就提到猶大福音。佢就話據佢所知咧，呢一本猶大福音就唔屬於拿哈馬文獻庫入邊嘅其中一本書，但亦係其中一本非正統嘅基督教福音書。猶大福音入邊咧就講到，其實猶大啊係擁有秘密知識嘅人，同主流福音書咧話猶大係出賣耶穌嘅叛徒嘅呢個講法咧有好大嘅出入。猶大福音入邊就寫到咧，當耶穌見到門徒喺度對住啲麵包祈禱嘅時候咧，耶穌咧就笑咗出嚟啦。門徒咧就問阿耶穌啊，點解要笑佢哋啊？呢個行為唔係正確嘅咩？耶穌就話咧，佢唔係想笑門徒，不過咧佢想點出咧門徒嘅呢一種嘅行為咧，會令到門徒嘅神得到讚美，似乎咧就係暗示咧門徒所理解嘅、門徒所敬拜嘅神，同耶穌所宣揚嘅神其實係唔同嘅神嚟嘅。門徒咧就稱呼耶穌為神之子啦，但係耶穌咧就質疑啊，其實門徒咧唔係真係認識佢，唔係真正嘅認識佢。耶穌又話咧，當代嘅人咧，冇一個人咧會真正認識到佢啦。隨後咧，耶穌又將阿猶大咧拉埋喺一邊啦，就問阿猶大咧知唔知佢係邊個？猶大咧就答佢啦，佢知道耶穌係嚟自巴巴羅嘅永恆境界。並且猶大佢話咧，佢唔配咧去稱呼嗰個差遣耶穌嚟嘅嗰個神嘅名。耶穌咧就對此咧表示認可啊，並且因為猶大擁有呢一種秘密知識啦，就交託佢一個好特別嘅任務。就係喺世人嘅面前咧背叛耶穌，所以猶大背叛耶穌咧係耶穌嘅吩咐嚟嘅。Alex 咧就話咧，當佢第一次聽到耶穌去區分開門徒所敬拜嘅神同埋自己所宣揚嘅神，並且承認自己係嚟自呢個巴巴羅境界嘅時候咧 ，Alex 咧就覺得好震驚啦，因為猶大福音呈現嘅一個古仔咧，同主流嘅福音書呈現嘅耶穌嘅古仔咧係十分之唔一樣嘅。教授咧就回應啦，佢就話咧佢自己傾向咧就唔去評論猶大福音啦，佢就認為咧猶大福音呢一個文本咧嘅價值咧就唔算好高，質量咧亦都比唔上其他嘅文本，因為咧佢寫作嘅時間同埋發現嘅時間咧都比較遲。教授咧就指出咧，對佢嚟講咧，真正有趣同埋真正有價值嘅秘密福音書咧係嗰啲具備靈性教導嘅作品。然後教授咧又將個話題咧轉翻去多馬福音嗰度。教授話咧，多馬福音咧同主流福音書有一個好大嘅分別，就係喺主流嘅福音裏邊咧，門徒清一色都係男性。路加喺使徒行傳開頭咧，亦都明確表示女性係唔具備使徒嘅資格。但係喺多馬福音裏邊咧，門徒裏邊咧係有女性嘅。佢就舉例話呢個撒羅米啦、雅各嘅母親瑪利亞啦，同埋抹大拉嘅瑪利亞咧，都係被視為耶穌嘅門徒啦，被視為耶穌嘅跟隨者。講完猶大福音之後咧，喺41:20左右啦 ，Alex 就提到另外一本令佢好着迷嘅文本，就係真理的見證 Testimony of Truth。喺真理的見證呢一本文本裏邊咧，裏邊提到嘅創世故事同一般主流嘅創世故事咧係好唔一樣嘅。教授就話咧，有一啲嘅諾斯底文本咧係對猶太傳統保持住一種敵視，或者係認為猶太傳統係傳遞緊錯誤信息嘅態度嘅。佢就話呢一啲嘅文本係將亞當同埋夏娃嘅古仔咧完全係顛倒嚟講嘅。主流嘅睇法就係夏娃係罪人啦，誘惑亞當犯罪啦。但係真理嘅見證嘅呢一本文本咧，就認為夏娃其實係啟蒙嘅智慧，係啟發亞當嘅靈性老師。又提到誘惑人食禁果、被上帝詛咒嘅蛇，其實係基督嘅化身。喺呢個文本裏邊咧，蛇反而被視為係耶穌基督啦，係象徵住覺醒啦、啟蒙啦。佢唔係要引誘人墮落啦，而係要賦予人類辨別善惡同埋追求真理嘅權利。呢種嘅觀點咧係抗拒一種盲目嘅服從啦，盲目服從權威啦，然後咧強調咧我哋內在嘅覺知啦、內在嘅智慧啦。教授之後咧又話咧，當年君士坦丁大帝成為咗基督徒啦，並且將國家嘅軍事力量咧投放喺主教身上嘅時候，主教咧就開始聲稱自己擁有所有嘅真理啦，並且將真理咧限制喺佢哋所規定嘅正典裏邊。
以上咧就係 Alex 同埋 Pagels 教授訪談嘅一啲精華內容啦。因為我自己本身對諾斯底主義嘅認識咧就未算好深入，所以今集咧我就冇加太多嘅個人分析入去。完整嘅訪談咧其實係仲有更加多嘅其他討論嘅，例如係關於保羅啊、復活啊、女性嘅地位啊等等。有興趣嘅話咧，大家可以睇翻原片，或者咧可以睇 Pagels 教授嘅書，又或者直接去睇嗰啲非主流嘅福音書譯本。今集 Norman 分析手記咧時間夠啦。如果你中意呢個節目嘅話，記得 like、share、subscribe， 留言講低你嘅睇法同埋你想我分析嘅影片。我係 Norman，我哋下集 Norman 分析手記再見。